呢一個喂冇景觀喎，但係出到嚟咧係好靚嘅景觀㗎。咁啊，大家睇睇啦，40零萬總價可以買到華僑城嘅江景3房啊！咁大家亦都可以知道翻，會更加直觀咁見到嚇。咁40零萬嚟講，其實都好抵買啦，咁嘅價錢，咁嘅行情啊！咁我覺得亦都係完全 OK 嘅。佢有一個好處就係成個小區都已經係成型嘅，咁啊包括樓下嘅花園啊、呢附近純水岸啊、車場啊呢啲全部都可以用嘅。想喺大灣區買樓，信息太多太雜，驚買錯，手續又唔知點搞喎。中居地產深耕大灣區13年，陪住數萬個家庭，見證佢哋喺大灣區首個家嘅建成。從買樓到驗樓、裝修入住，全程保駕護航。中居地產，你嘅灣區置業好幫手，即刻撥打熱線電話63658001，開啟灣區新生活。Hello， 大家好，置灣區首選中居，我係鍾生咧。今日就嚟到咗華僑城純水岸板塊當中嘅沿岸，咁啊會同大家介紹翻呢一個最高性價比嘅單位。咁啊，我哋上期入邊咧亦都同大家拍攝咗啦，我哋嗰邊嘅一個示範單位，89平嘅，同樣嘅尺寸。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介紹翻呢套精選嘅二手單位啦，價錢上、樓層上會更加有優勢啦。咁啊，亦都同大家講翻啦。咁啊，今期嚟到嘅話咧，咁啊呢一套單位相對嚟講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優質嘅單位嚇。咁啊，89平方，咁啊3房戶型。咁啊現階段咧，價錢方面同大家講講喎，咁啊其實咧4字總價，咁啊開價48萬8，咁我哋前期通過各種嘅交流亦都了解到啦，真正讓利完之後咧，其實實質上最抵、最貼、最真嘅價同大家講講，45萬8應該就 O K 嘅啦。咁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知道翻，雖然話報價報48萬8啊，或者係，但係我哋按照翻其實45萬8左左右右啦，就可以進行一個交易嘅啦。咁啊，包括你唔同嘅一啲方面了解到業主最真實嘅情況。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你都同大家上到去現場睇睇，究竟華僑城4字頭總價3房單位情況又如何，有冇景觀睇？一陣話你知。好，各位街坊朋友，依家嚟到咧我哋呢一個高層嘅單位，咁啊亦都同大家睇翻呢一套3房嗱，咁啊全屋嘅精裝修，同發展商交付係一樣嘅，咁啊全新未入住過，咁啊亦都未使用過，咁啊就已經要斬咗好幾碌噶啦，咁啊所以咧呢個單位相對嚟講性價比非常之高嘅，當其時買呢度嘅客人都知道價錢都唔平，係咪？咁啊再嚟同大家睇翻啦，咁啊呢個3房戶型，我哋睇睇呢邊先。咁啊呢邊咧分別由左右兩邊間房，中間一個洗手間組合而成嘅。嗱呢邊亦都係有個廁所啦，咁而呢邊亦都仲有個我哋嘅房間啦。咁相對嚟講，呢邊嘅房間咧就唔算話好闊落，因為89方做3房2廁。咁啊呢度咧係一個客廳位，呢度就係我哋嘅一個梳化位置，咁樣睇電視。嗱咁我哋咧再出嚟同大家睇睇啦。呢一個喂冇景觀喎，但係出到嚟咧係好靚嘅景觀㗎。咁啊，大家睇睇啦，40零萬總價可以買到華僑城嘅江景3房啊！咁大家亦都可以知道翻，會更加直觀咁見到嚇。咁啊，會更加好望到成個豔陽湖啦、兩館一宮啦嚇，會睇得更加清晰啲嚇。咁啊，大家亦都知道翻嚇。咁其實呢單位咧就可遇不可求嘅，因為其實講緊總價40零萬，精裝修3房。喂，好企理嘅喎，唔係話呢度爛嗰度穿嘅喎。咁啊，講翻簡單啲，呢度單位嘅性價比仲高過示範單位售賣嗰間。咁啊，雖然話二手，但係都未入住過嚇。咁啊，主人房嗱，主人房咧，其實大家見到咧，咁啊，其實有少少叫做唔同嘅之處，就係佢嘅 toilet 位喺呢一個位置嘅。咁相對嚟講就冇咁好用，但係咁40零萬嚟講，其實都好抵買啦，咁嘅價錢，咁嘅行情咁我覺得亦都係完全 OK 嘅，係啦。咁啊，另外亦都講翻就話呢一邊，咁啊喺我哋主人房都係望到呢個豔陽湖同埋西江景㗎，因為呢個樓層夠高啊，因為佢屬於一個高層單位嚟講嘅話咧，會更加直觀咁見到呢一個景觀嘅情況嚇。咁大家亦都可以知道翻嘅嚇，咁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望到嗱。咁啊雖然咧鏡頭望到呢個棘咧會比較細啲啦，但係實際上咧
嚟到現場嘅話咧，會比較舒服嘅，會比較闊落嘅一個景觀面。畢竟嘅話咧，呢啲單位嚟講，亦都係叫做高層。咁高樓層嚟講，亦都對於視野上非常之開闊。嗱，咁亦都全屋睇睇啦。咁開裂情況咧有啲嘅，咁就呢啲石膏板嘅拼接位就會有少少，但呢個都係合理嘅範圍之內。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到時買翻落嚟，再執一執，再遊一遊。畢竟講緊總價，即係48.8萬嘅開價，但係我同大家報翻嘅實價45.8萬可以交易。咁大家亦都可以知道翻，因為其實我哋每一條影片都好啦，盡我哋所能去將最詳細、最真實一面展現俾大家。啱嘅，我哋就傾傾未來嘅手續點樣處理。咁唔啱嘅，我哋再匹配。咁我哋都費事同大家去兜兜轉轉，成個大灣區喺度兜嚟兜去啦。咁亦都冇必要。咁因為其實有陣時大家亦都時間都寶貴嚇。咁同埋咧，呢單位嚟講咧，佢有一個好處就係成個小區都已經係成型嘅。咁包括樓下嘅花園呢附近純水岸車場呢啲全部都可以用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呢一套單位呢一間單位嘅話咧，亦都不妨同我哋講翻，亦都見大家揾翻我哋屏幕上方電話，揾到我哋中居地產客服電話就可以啦。同我哋了解翻華僑城沿岸呢一套嘅二手單位，咁我哋都會同大家安排上嚟去睇樓會同大家講翻呢個具體情況如果按揭係需要俾幾多首期呢啲咧，都會一一再同大家去講翻。咁喺呢度就唔同大家咁囉嗦啦。咁另外，咁如果大家話喂阿靚，我揾啱呢一個盤，但係我唔知入邊有冇咩貨啱我一手二手或者點樣，或者係我有啲想租咗喺度先嘅租盤嘅，亦都可以揾到我哋。我哋都會盡我哋所能去同大家一一去匹配翻。咁今期片差唔多到呢度啦。我哋咧會不斷去更新更加多嘅房源俾到大家去參考。我哋咧就下期再會，拜拜。想租樓又想放租嘅香港朋友睇過嚟，想喺大灣區生活又驚買錯樓翻唔到轉頭，不如租套樓試住先啦。海量精選房源，真正實現零壓力融入大灣區生活。即刻撥打熱線電話63658001，租盤放盤記得揾中居地產。